今日為大家介紹一隻比較復古嘅登月超霸錶，都係有一個超筍價俾錶迷。呢款錶嘅靈感呢係源自原創嘅型號，黑色錶面上面嘅刻度呢係經過米色復古風格嘅夜光塗層處理，而佢呢個嵌入式嘅小時刻度都係經過局部嘅夜光塗層處理，係有綠色嘅夜光，再襯翻一支大箭嘴嘅時針，直徑係41.5mm。用緊阿米加自家9300機芯，呢款機芯係阿米加自行研發同族機械機芯系列嘅首款計時機芯。錶嘅外圈係有測速計功能，機芯亦都獲得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。再襯翻一條有不鏽鋼摺疊錶扣嘅小牛皮帶。呢隻阿米加登月超霸錶官網定價係69,300蚊，咁我哋而家做緊優惠呢，4萬幾蚊可以買到。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，有興趣嘅錶迷可以上嚟睇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